有民众反映讲，伫咧台中的东势石岗啊，一寡所在听收音机 FM 96.7的时阵，有时阵会互砍过，变作是中国的福建之声，内面拢是统战的内容。NCC 表示讲，这牵涉到国家安全，会派人去实际了解。 赛车经过台中东势石岗区，本来拍开车顶广播，结果上细一听，发现愈听愈唔对。 据部门之合力，让政策暖流精准抵达，解百姓之所盼。听出是对华腔口民众向媒体讲，伫台中不少所在登着 FM 96.7频道，所听到中国官方媒体福建人民广播电台节目，引起驻安家统战信头记录。 以上内容由福建之声新闻声音工厂新闻脱口秀工作室录制，稍后为您带来新闻3剑客。这电台俗称福建之声，也包括中共用时总在联播，因讲是直接传送台湾民众为对华来重点新闻，宣传他们中国的那个政绩啊，改变台湾人民的思想吧。如果战争的那就麻烦咯。如果在前无在台湾里面有怎么样有特别的人员在台湾的话，光是听到广播就也许有暗号，知道吗？ 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表示，爱先实地测试了解是毋是一摆的，或者是常态性发生。若需要调整频率规划，会搁跨部会讨论应用的做法。中共常常用介大方式广播，已经是真侪年。学者表示，除了平常时提供内容透过网络搁扩散，搁严防战时的阵地作战。 由政府或是第三方所经营的像电台的持续的营运，其实就是让民众养成习惯，也知道一旦进入战时的时候，你可以有哪些可信的管道去获取相关的资讯。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央广播电台，其实它有专门针对这个中国方向，还有海外进行宣传，进攻性的防御作为。 面对典型的新逼战，其实中国统战广播入侵台湾已经不是第一摆。除了直接发国公路传到台湾，另外若是台湾的电台受到制播或者是播送中国制作的内容，也被依照违反两化条例开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